淨空法師講述三歸傳授。淨空法師原著，周錦標、李俊文、鄭榮聯合播講，妙音居士監製，馬來西亞淨宗學會製作。佛教係佛陀對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嘅教育。釋迦49年所說嘅一切經，內容就係說明宇宙人生嘅真相。人生就係自己，宇宙就係我哋生活嘅環境。知覺名佛菩薩，不覺名凡夫。修行就係將我哋對宇宙人生錯誤嘅睇法、想法、說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佛教嘅修行綱領係覺正淨，覺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淨而不染，並以界定為三學，以求達到此目標。修學嘅基礎係三福。待人依六和，處世修六道，遵普賢願，歸心淨土。佛之教化能時不易。三歸傳授。各位同學，今日為大家傳授三歸依。首先要將三歸依嘅意義認識清楚。由於近代佛法嘅成傳發生咗好多誤會，我哋必須要辨別清楚，先至能夠得到佛法嘅真實利益嘅。佛法究竟係乜嘢呢？佢係唔係宗教呢？嚴格啲嚟講，佛法係佛陀對於九法界有情眾生嘅教育，佢唔係宗教。民國12年，歐陽竟無先生喺第4中山大學，即係而家嘅南京師範大學，發表過一次演講，題目係佛法非宗教，非哲學，而為今時所必須。呢次演講曾經震撼咗當時嘅佛教界。歐陽先生所分析嘅非常之有道理。呢一篇講詞呢，經過黃恩陽居士嘅記錄流傳於世。最近我哋喺台灣亦都翻印流通，提供俾各位作為研究嘅參考。佛教既然係教育，咁佢嘅目的、方法、宗旨又何在呢？呢啲係我哋唔能夠唔知道嘅。佛教教育嘅宗旨，如果用佛學名詞嚟講，就係般若經典裏面時常講嘅諸法實相。呢一句說話要用現代嘅說法嚟講，諸法就係一切法。換句說話講呢，就係宇宙人生嘅真相。宇宙係我哋生活嘅環境，人生呢就係我哋本人。佛教教育嘅內容就係教我哋認清自己同埋自己生活環境嘅真相。各位諗下，呢層重唔重要呢？
世間教育只講到人生宇宙嘅一部分，仲未見得真實，多數喺度探索、探討，唔敢驟然下結論。宗教亦唔能夠包含我哋生活嘅全部，只係生活嘅局部。由此可知，佛教教學內容範圍之廣大精深，係我哋必須要修學嘅。我哋生活嘅空間唔單止限於現前嘅一個都市、一個地區，甚至係整個地球。地球之外還有太空，太空之中有無量嘅星球，好多好多嘅星球上有生物，有比我哋更聰明、更高等嘅生物。呢一切全部都係我哋生活嘅環境。除咗空間之外，還有過去，還有未來。所以盡虛空遍法界都係我哋生活嘅環境。今日我哋教育嘅範圍並冇討論得咁廣泛嘅，即使係儒家所講嘅教育，始終都係限於懷胎至老死，直到慎終追遠。儒家咧係一世嘅教育，佢嘅教育範圍只係講到人道，充其量講到天道嘅啫。孔夫子講天，講鬼神講得好少，人道就講得好詳細。而釋迦牟尼佛將六道嘅情況講得非常之清楚，非常之明白。六道之外還有四聖法界，所謂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總稱為十法界。十法界都係我哋活動嘅範圍，我哋都必須要將佢認識清楚嘅。宇宙人生嘅真相明白咗啦，認識清楚啦，我哋嘅思想、見解、言行，自自然然就會同以前唔一樣啦。點解？以前認識得唔清楚，以致迷惑顛倒，所以諗錯咗啦，睇錯咗啦，做錯咗啦。呢啲咧就係我哋一般人時時講嘅造業啦。造業當然有果報啦。所謂善業有善果，惡業有惡報，果報都係自己造作嘅，自己必須要承受，任何一個人都唔能夠代替。由此可知，佛弟子對於宇宙人生嘅真相徹底明白。咁明白咗之後，又有咩好處？好處就多啦，真係講都講唔完嘅。第一個好處就係從今以後不再造業，不造業就冇三途六道嘅果報，冇果冇報，咁去到邊度呢？呢啲就係佛喺經典上時常講嘅超越十法界。十法界是果是報，如佛所說，四聖法界是果，都是修行正果的人。六道是報，六道是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又如水災之因是貪欲，火災之因是瞋恚，風災之因是愚癡，地震之因是心地三毒不平所生。就六道嚟講，三善道是果，三惡道是報。咁樣呢，係將標準降低，所以呢個標準係可高可低。明白咗之後唔再造業，至少都唔再做惡業啦。落實喺我哋生活嘅當中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喺呢一生人之中能夠得到真正嘅幸福、快樂、家庭美滿、事業順利、社會和諧、國家富強、世界和平。咁能唔能夠得到呢？由理論上嚟講，應該係通通都可以得到嘅。嗱，各位同學，唯獨佛陀教育只會俾我哋100%圓滿嘅結果。假如我哋將呢一件事睇清楚咗啦，先至能夠知道佛教教育係我哋必須要修學嘅。佛教育嘅範圍係盡虛空遍法界，當然超過咗國界，超過咗種族，超過咗黨派，亦超過咗宗教。換句說話講，九法界有情眾生，人人都應當修學，都應當接受。宗教徒學佛，
由釋迦牟尼佛當時，我哋喺經典裏邊就睇得好多。大方廣佛華嚴經裏邊，我哋就睇到好多不同嘅宗教徒都去到釋迦牟尼佛嘅道場去求學嘅，就好似53參嘅聖熱婆羅門，婆羅門即係印度嘅宗教，係宗教徒嚟，佢係婆羅門宗教裏邊嘅學者，亦都係佢哋教徒嘅老師。就例如基督教嘅牧師、天主教嘅神父一樣咁嘅身份嘅，又如偏行外道等等。地藏經裏邊所講嘅婆羅門女係婆羅門教嘅一位女子，亦都喺佛門裏邊修學。佢哋同樣證得阿羅漢嘅果位，證得菩薩嘅果位。從呢啲地方嚟睇，就知道佛教確實超越宗教，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學佛。喺佛陀教育裏邊，阿羅漢係第一個學位，就好似我哋而家一般大學嘅學士學位，佢可以得到呢個學位嘅。菩薩係高一級嘅學位，就好似碩士學位，佢亦都可以得到。佛係最高嘅學位啦，就好似博士學位，佢亦都可以得到，亦即係話佢能夠成佛。嗱，佢無需要改變佢所信奉嘅宗教，就好似我哋入學校一樣，我哋喺外國留學，我哋唔需要改變我哋嘅國籍，我哋唔需要去改變我哋嘅種族，亦都唔需要去改變我哋嘅宗教信仰，我哋係嚟求學嘅啫嘛。佛教係教育，各位要記住，阿羅漢、菩薩、佛都係佛陀教育裏邊嘅學位名稱。九法界一切眾生，只要發心向佛陀學習，都可以平等獲得。當我哋認識清楚、真正理解啦，我哋就應當發心去求學，願作釋迦牟尼佛嘅學生。中國人嘅俗語時時都咁講，既然要嚟求學，咁就先要正式嘅拜師。老師就將你修學嘅方向、修學嘅綱領、修學嘅目標傳授俾你，咁就係傳授三皈依。所以三皈依就係正式拜師。我哋嘅老師係釋迦牟尼佛，所以我哋稱佢為本師釋迦牟尼佛。本師係根本嘅老師，佛陀教育係佢老人家創始嘅，一直傳到今時今日，代代承傳。我哋始終不忘本，唔會忘記呢位根本嘅老師。其實所有佛門弟子只有一個老師嘅啫。以前老師嘅學生喺我哋之前，佢哋係釋迦牟尼佛嘅學生。我哋今日亦都以釋迦牟尼佛為老師，我哋同佢哋嘅關係係同學嘅關係。好似諸大菩薩、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、觀音菩薩，佢哋都係佛嘅學生，係我哋嘅學長。當然佢哋都有能力教導我哋啦，我哋亦都可以將佢哋當作老師咁嚟看待，嚟尊重嘅。但係真正嘅身份，佢哋係我哋嘅校友，係我哋嘅學長，我哋係佢哋嘅學弟。呢啲關係亦都要辨別清楚嘅，唔可以將佛、菩薩、阿羅漢當作神明咁嚟看待，咁嚟祈禱，咁就錯啦。佛法嘅修學目的何在呢？佛在經論裏邊時時都教我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呢一句說話係梵語嘅音譯，喺當時五不翻嘅體例裏屬尊重不翻。呢句說話非常之重要嘅，我哋非常之尊重，所以保留佢嘅原音，用音譯。佢嘅意思係無上正等正覺。要用現代嘅說話嚟講，就係究竟圓滿嘅智慧，係對於宇宙人生嘅真相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覺嘅意思。呢個係學佛人希望得到嘅目標。學佛首先應該知道我哋想學嘅係乜嘢，
學嘅係究竟圓滿嘅智慧，學嘅係要對於宇宙人生真相徹底嘅明了。佛同我哋講，究竟圓滿嘅智慧係你本來有嘅。華嚴經出現品裏邊話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呢個係真正平等嘅。一切眾生不但指人天，所有一切動物、蚊蟲、螞蟻，亦都係眾生；餓鬼、地獄，亦都係眾生，通通都有同佛一樣圓滿嘅智慧。咁而家點解冇呢？呢啲智慧走咗去邊呢？佛同我哋講，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能證得。嗱，佛一句說話就將我哋嘅病根講穿咗啦，亦就係話我哋本來係佛，而家變成咁嘅樣，就係因為有妄想、有執着，至將自己嘅本能失咗。其實唔係真正嘅失咗，如果係真正嘅失咗，咁就唔叫本能啦。咁到底係點樣失咗嘅呢？佢確實係存在嘅，係迷失咗嘅啫。因此，馬明菩薩喺起信論裏邊話我哋知，本覺本有，不覺本無。呢兩句說話講得好好啊！本覺就係如來智慧德相，係我哋本來有嘅，本來有，當然可以證得啦。咁就使到我哋建立咗信心，亦即係話我哋能夠恢復本能原智，能夠達到呢個願望啦。不覺就係佛講嘅妄想執着，妄想執着本來冇，本來冇嘅一定可以斷得，本來有嘅一定可以證得。呢個使我哋對成佛道、斷妄想、破執着嘅信心就具足啦。所以話事實嘅真相如果唔能夠明白，我哋總係會懷疑嘅。佛道，我哋呢啲罪孽深重嘅凡夫能證得咩？我哋嘅煩惱、習氣、無明咁重，能夠斷得晒咩？今日佛菩薩真誠慈悲為我哋宣說，本來有嘅一定可以獲得，本來冇嘅咧就一定可以斷。理論係冇錯，但係事實上又應該點去做呢？事實上就係要講究修行啦。理論講嘅係聖德，本性裏邊嘅德能確實係具足嘅，但係今日我哋畢竟係有障礙。嗱，好似天上有太陽，呢啲係真嘅唔係假嘅，但係有雲層遮蓋，我哋睇唔到太陽，都係事實啦。雖然睇唔見啊，太陽確實係有嘅，唔係冇嘅。只要將雲層推開，陽光就在眼前啦。我哋嘅聖德就好似太陽一樣，只要將妄想執着嘅雲層推開，呢一層功夫就叫做修德。你有修德，你嘅聖德先至能夠顯現。聖德雖然有啊，但係冇修德，就係六道凡夫權教而成。聖德雖然本具，但係亦都要輪迴，亦都有生死，亦都要受種種嘅苦痛。可見修德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咁修咩呢？點樣去修法呢？初入佛門，你求受三歸，就係請求善知識將佛教嘅修行綱領傳授俾我哋，咁先至係知道自己修嘅係乜嘢。三歸依，歸係回頭嘅意思，依係依靠。佛家常講回頭是岸，中國古人講回首如意。嗱，你睇下中國人嘅如意，個如意嘅頭係回過嚟嘅，即係倒翻轉頭。以前做大官、大富長者嘅，手上時時拎住個如意。咁拎住個如意係做乜嘢嘅呢？係要時時提醒自己要回頭，知道回頭啊！所以如意拎喺手上，你一見到佢咧，就知道要回頭，回頭是岸啦。
咁由邊處回頭呢？三歸依，第一係歸依佛，即係三寶，修行嘅三寶。第一係佛寶，佛係乜嘢意思呢？佛係覺悟嘅意思。佛陀係印度話，翻譯成中國嘅意思咧，就係覺悟啦。換句說話嚟講咧，係教我哋由不覺、由迷惑顛倒，回過頭來，要依覺悟。各位同學，你哋仔細諗下，我哋今日發心學佛，我要嚟求受三歸依。你諗下，你有冇覺悟？如果你仲未覺悟嘅，你就唔肯回頭，你就唔肯嚟學佛嘅。所以學佛嚟求受三歸依就係覺悟。嗱，你睇下街上咁多人，你叫佢點解唔肯學佛？佢點解唔肯受三歸依呢？佢仲未覺，佢仲迷惑顛倒。所以發心學佛，發心求受三歸依咧，就係覺悟嘅開始啦。禪宗六祖慧能大師喺《壇經》上對我哋講三歸依，佢唔講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，佢唔講呢個三寶。我哋推測佢老人家嘅用意咧，大概係佛法傳到中國年代太耐啦，怕一般人提到佛法僧就會產生一種錯誤嘅觀念。嗱，講到佛就會諗到泥塑木雕嘅佛像，講到僧咧，馬上就會想到出家人。呢個唔係真正嘅歸依處。三歸依講嘅佛係自性佛，就係你自性嘅覺悟，亦就係本覺。馬明講嘅本覺本有，你要依你本有嘅本覺，咁就啱啦。你唔能夠依你嘅錯覺，唔能夠依你嘅不覺，你要由你嘅錯覺，由你嘅不覺回過頭來，依你本有嘅本覺，咁就叫歸依佛啦。所以釋迦牟尼佛講歸依佛，佢並冇講話你歸依我釋迦牟尼佛，佛冇咁講過。呢啲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歸依自性佛就係回頭依靠自性覺，千祈唔好搞錯。如果你搞錯咗，你就要依靠泥塑木雕嘅佛像，要依靠佢咧，即係俗語話齋，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。咁係唔可以嘅，係大錯特錯。歸依自性佛咧，其實就係交光大師喺靈驗正脈裏邊所講嘅捨識用根。第二係歸依法，法係正知正見，就係正確嘅思想、正確嘅見解，對於宇宙人生嘅睇法、想法都冇錯誤，叫做法寶。呢個係自性本來具足嘅真實智慧。佛經時時講嘅般若智慧，般若智慧就係自性嘅法寶。我哋喺呢個世界上對人、對事、對物，如果我哋想錯咗、睇錯咗、講錯咗、做錯咗，佛教我哋必須要由一切錯誤回過頭來，依靠自性本有嘅智慧，咁就叫歸依法寶。嗱，三寶裏邊，佛滅度之後係以法寶為中心嘅，以法寶為主嘅。換句說話講咧，係以智慧嘅經典為主。智慧畢竟唔係短時期就能夠恢復嘅。當我哋智慧未開，呢個時候點算？嗱，佛講俾我哋聽，佛為我哋所講嘅一切經論呢，就係佛對於宇宙人生嘅正知正見，暫時俾我哋作為一個標準。所以我哋自己智慧未開之前，我哋就要依照佛嘅經論，凡係我哋所想嘅，就將經典打開嚟對照下。佛係呢個諗法，我都係呢個諗法，咁就證明我嘅想法冇錯啦。
我嘅見解係正確嘅啦，係正知正見。譬如話，佛教我哋要孝養父母，要奉事師長，要慈心不殺，要修十善業，而我亦係呢一個想法，咁就證明我呢個想法係正確嘅。假如我個想法同佛所講嘅唔一樣，咁你千祈要記住，我哋嘅想法一定有錯誤啊！絕對唔係佛喺經上嘅想法睇法錯誤。千祈唔好以為佛係3000年前嘅人，佢嘅思想邊有我哋而家咁進步啊？如果你咁諗法咧，就大錯特錯啦！我哋咁嘅諗法實在係胡思亂想，唔好認為科技咁發達啊，而我哋仲係要用咁多機械工具，先至能夠將聲音記錄起嚟，將影像記錄起嚟。佛菩薩唔使用啲咁嘅嘢。過去世、未來世，佢通通都知道，佢唔使用錄影機，佢有能力將十方世界顯現喺你面前，就好似電視一樣，而且係立體嘅，唔係平面嘅。佢唔需要呢啲機械工具，咁係咩能力？係正知正見，聖德功能能生萬法，可以做得到嘅。我哋今日發明咗咁多機器，都係妄想發現嘅，比起佛菩薩無量嘅神通，實在係爭得太遠啦。所以我哋要肯定，要承認，佛在經典上所講嘅係真嘅，係正確嘅。我哋要將自己嘅成見捨棄，要依照佛所講嘅嚟修行。不過講到呢一點，我哋又要注意一件事，係咩事？經係有假嘅，假如我哋遇到假嘅經典，俾人呃咗，咁就上咗大當啦。尤其是近代啊，提倡民主自由、言論自由、出版自由，邊個都可以寫書，唔似得以前咁。以前經典傳到中國，係經過當時嘅專家學者鑑定，由國家統一頒布，證明呢一本經書係真實嘅。歷代祖師對於經論嘅注解，亦要經過當時高僧大德證明，佢講嘅冇錯，確實符合佛嘅意思。然之後呢，就呈報俾皇帝，皇帝批准呢部書先至可以流通，先至可以印行。唔似得而家咁，而家冇人管制啦。所以我哋要查明睇經讀經，一定要讀真正嘅經典。真正嘅經典同假經點樣辨別呢？辨別不難，可以查大藏經。大藏經裏面所修嘅，決定係真嘅。在此時此地，我要勸各位同學，一定要睇中國古代嘅大藏經。點解呢？現代人編嘅大藏經，有啲作品係冇經過權威嘅審查，就收到大藏經裏邊。所以現代編嘅大藏經就不及古代編嘅大藏經。所以你要讀大藏經，至少要讀清朝以前嘅版本，咁先至比較謹慎可靠。清朝大藏經就係乾隆時代所編嘅，叫做龍藏。而家台灣將佢縮印成162冊，稱為乾隆大藏經，係我哋中國歷代編大藏經最後嘅一部。民國年間當然亦都編咗好多，但係我頭先講過啊嘛，冇經過權威嘅審查，怕有人滲假在裏頭。喺乾隆以前就絕對唔會有假嘅，因為經典嘅流通係要經過皇帝批准嘅。皇帝係根據當時嘅高僧大德嘅審議，所以非常之嚴格。咁樣咧，我哋先至能夠辨別邊一部經係真嘅，邊一部經係假嘅，邊一個注解值得睇，邊一個注解可以唔使睇。呢個係選擇嘅標準，一定要虛心，對佛要相信，深信不疑，
要能夠捨棄自己嘅成見，接受佛菩薩嘅教誨。第三係歸依僧，僧唔完全係指出家人，僧係乜嘢意思呢？係清淨嘅意思，六根清淨，一塵不染。我哋現代人真係好可憐，真係不如古人。你哋睇下，心理嘅污染、精神嘅污染、思想嘅污染、見解嘅污染，甚至於到生理嘅污染。我尋日講經嘅時候同大家講過，唔單止我哋今日身心受到嚴重嘅污染，我哋地球嘅生態環境呢，亦都已經不平衡。呢個係大地嘅污染。聽講話天上嘅臭氧層亦都穿咗幾個窿，天都污染埋啦，真係不得了啦！嗱，天地人通通都有嚴重嘅污染。佛教我哋由呢一切污染回過頭嚟，依靠清淨心。今日環境污染係大家已經意識到嘅，所以好多國家政府都提倡環保，保護一個清淨嘅環境。呢個環保工作能夠有效咩？好成問題。咁問題喺邊度呢？還是佛同我哋講嘅，佛說依報隨着正報轉。假如我哋嘅心理污染唔能夠淨化，我哋環境嘅污染就冇辦法達到清淨嘅標準。所以咧，想要將環境嘅污染改善，就必須先從淨化人心改起嘅。呢個係三歸嘅第三個歸依處，係由污染回歸到清淨心。僧寶唔單止含有清淨嘅意思，仲有和合嘅意思。我哋觀察世界今日國家與國家不和，宗教與宗教不和，眾生生活就非常之痛苦。所以佛教我哋六和經，六和經係佛弟子必須要修學嘅科目。所以僧嘅意思就係有清淨和敬之意。我哋由不和不正回過頭嚟，依六和敬，依清淨心。呢個咧就係初入佛門傳授俾你學佛修行嘅綱領。呢個綱領由初發心一直到成佛，都唔能夠改變，都唔能夠離開嘅。所以佢係學佛絕對嘅綱領，真實嘅綱領。歸依佛，覺而不迷；歸依法，正而不邪；歸依僧，淨而不染。所以三歸依係覺正淨。以後人家要問你，你學佛啦？你修行？你修乜嘢啊？我哋可以講，我修覺正淨。你學佛？學啲乜嘢啊？我學嘅係究竟圓滿嘅智慧，我修嘅係覺正淨。咁覺正淨達到圓滿嘅程度咧，無上正等正覺就得到啦，咁就係成佛咯。究竟圓滿嘅智慧要點樣先能夠得到咧？要修覺正淨先至能夠得到。呢啲係我哋學嘅修嘅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咁如果人家又要問，你用乜嘢方法修啊？方法就係佛家講嘅法門。法係方法，門呢就係門徑。方法門徑太多啦，84000法門，無量法門。方法門徑唔係一定嘅，係可以活活潑潑、時常變換嚟使用。但係千祈要記住，目標唔可以變換，就係覺正淨嘅目標唔可以變換，方法手段可以時時變換。我哋今日主要採取嘅方法係持名念佛，呢個係大勢至菩薩所提倡嘅，華嚴經上普賢菩薩所提倡嘅。我哋採取呢個方法，
作為主修。咁除咗主修之外，喺日常生活當中，我哋可以採取好多法門嚟配合，咁就叫做助修。喺助修方面，我哋提倡五德，用五德咧嚟幫助我哋修養身心。嗱，五德係孔老夫子所修嘅。《論語》講，孔子嘅學生聚會喺埋一齊，大家講講老師有邊幾樣德行，大家都共同承認嘅有五德，即係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。孔夫子係我哋中國嘅聖人，我哋以佢作為榜樣，以佢作為標準，所以我哋要學五德。五德係基礎嘅基礎嚟，由五德再奠定三福。三福呢，係《觀無量壽經》所講嘅。第一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。第二，受持三歸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。第三，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。呢啲係佛同我哋講嘅。三福係三世諸佛正業正因。換句說話講，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諸佛，佢哋點樣成佛嘅呢？都係由呢個基礎上修成嘅。因此我哋學佛，將來想成佛呢，當然就唔能夠離開呢個基礎，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課程啊。由三福再進修六和，六和係建立喺三福嘅基礎上，三福做唔到，六和係冇可能。六和敬，第一係見和同解。見和同解就係我哋今日講嘅建立共識。假如我哋全世界嘅人，我哋嘅思想見解都好接近，咁世界就和平啦，就唔會有爭執啦。所以佛教育係對於盡虛空遍法界所有一切眾生建立共識。呢個共識實在係太高明啦，係至聖嘅共識。我哋唔係跟住釋迦牟尼佛走，所以釋迦牟尼佛高明，值得我哋佩服嘅。佢冇牽住我哋鼻哥走，佢要我哋每一個人頂天立地，發揮至聖嘅智慧德能，唔係學佢嘅，係開發自己至聖嘅智慧德能。呢個教學嘅理念真正令人心服口服啊！第二係戒和同修。戒和就係講守法，人人培養成一個守法嘅觀念。嗱，大家見解好接近，大家都能守法，社會安定繁榮，咁天下太平自然就實現啦。六和經仲有一樣好重要嘅，就係利和同均。今日呢個社會好多人都知道，就係財富嘅差距唔好太大，越接近係越好。財富可以平均分配，咁人心就平啦，就唔會有爭執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個財富平均分配係好高嘅智慧，係真正嘅修福。因為人嘅財富絕對係唔會平等嘅。點解唔平等？嗱，每個人修嘅福報都唔一樣，每個人修嘅因都唔一樣。邊個種咗樹，邊個就有收成；邊個冇種樹，邊個就冇收成。要有收成嘅，分一啲俾你，就要人家肯慈悲布施俾你，咁先至得噶嘛。所以呢一種事實嘅真相，唯獨佛法裏邊講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嗱，佛一方面勸有福報嘅人要照顧嗰啲冇福報嘅人，同時咧勸嗰啲冇福報嘅人要多多修福。咁你到來生來世，你嘅福報亦都同佢哋一樣，甚至仲會超越過佢哋嘅。所以咁就本末通通兼顧到啦。唯獨佛法確實殊勝，能夠持天下太平。有咗三福六和嘅基礎，
咁先能夠建立真正嘅佛法。界定為三學，呢個係三乘共學。由呢個基礎再建立大乘佛法，就係六道。菩薩六波羅蜜，由六波羅蜜再建立一乘佛法，好似《法華經》所講嘅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。呢個就係普賢菩薩嘅十大願望。所以我哋修學淨宗嘅同學應該知道，我哋係以孔夫子嘅五德作我哋為人處世嘅根本，從呢個根本上再修三福、六和、三學、六道、十願，呢啲就係佛陀教我哋嘅，好容易記，科目亦唔多，5個科目作為我哋嘅助學。正助雙修，我哋呢一生人所希求嘅幸福快樂、美滿嘅家庭、成功嘅事業、祥和嘅社會，係一定可以得到嘅。由此可知，既然認識清楚咗啦，又發咗心拜師，就要認真嘅修學啦。希望能夠達到我哋教育理想嘅目標，咁就係向各位授受真實嘅三皈依，係皈依自性三寶。咁自性三寶之外，仲有住持三寶噃。乜嘢叫做住持三寶呢？就係形式上嘅三寶。形式上，佛像係佛寶。佛唔在世啦，佛像不論係塑造嘅，或者係畫嘅，或者係相片影印都好。供養佛像有兩個意思。第一個意思係不忘本，我哋見到佛像，時常想到老師嘅教誨，紀念老師嘅恩德。好似我哋中國人冇忘記祖先一樣，祖先離開我哋幾耐都好，根本冇見過面又好，我哋都係會供奉一個牌位，歷代祖宗神位，時時記掛住祖先，咁就係不忘本，咁係培育厚道，心地厚道。第二個意思係提醒我哋見賢思齊，老師成佛啦，我亦要成佛，提醒我哋皈依佛。一睇到佛像，我要皈依覺，我要覺而不迷，佢有呢個作用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有邊個會時時提醒你？冇人會提醒你嘅，人家提醒你，你仲會嫌佢囉嗦添。所以用呢一尊佛像嚟提醒我哋皈依覺啦。經書唔單止睇到書本，就會諗到皈依法。我嘅見解思想要正確。睇到出家人，就諗到我要六根清淨，要一塵不染，要和睦待人。所以住持三寶係有好大嘅益處。出家人穿着僧服，你受過三皈依，睇到出家人，自然就會諗到要六根清淨。你睇其他一般人係唔會諗起嘅。你睇到我咁嘅樣，先至會諗起噶嘛，係咪？所以住持三寶對我哋有好大嘅利益，就係時時刻刻提醒我哋。學佛嘅同學喺屋企裏邊設個小佛堂，供養三寶，佛像係佛寶，菩薩像就係僧寶。如果我哋供養西方三聖，觀音、世至係僧寶，佢係佛嘅學生，佢係我哋嘅學長，經書係法寶。屋企裏面供養三寶具足，時時刻刻使我哋不忘自性三寶。無量壽經係我哋近幾年來特別提倡嘅。呢本經書嘅內容非常之圓滿，經文唔係好長，好適合現代人修學。
經題上就將整個佛法嘅宗旨、目標、修行方法全部都顯示出嚟。呢一部經係不可思議。咁我哋學佛嘅人求乜嘢呢？我哋求無量，自性功德係無量嘅。經上講嘅無量壽，無量壽係無量嘅一個代表，無量壽命、無量嘅智慧、無量嘅才藝、無量嘅德能、無量嘅財富，一切嘅無量，我通通要求。自性本具無量聖德。六祖大師開悟嘅時候所講嘅，何其自性本來具足，何其自性能生萬法。所以十法界依正莊嚴無量無邊，皆是自性變現出嚟嘅。我今日求嘅係明心見性。莊嚴用現代嘅說法嚟講呢，就係真善美慧。真善美慧喺我哋呢個世間上係有名無實噶嘛？咁咩地方有真實？自性裏邊係真實嘅，顯示喺西方淨土係真實嘅。所以如果你向自性、向內求，真善美慧具足，就係美好。一切美好係聖德嘅形象。修學嘅方法就係經題中清淨。清淨係僧寶，平等係法寶，覺係佛寶。修行嘅三大綱領就喺經題上顯示出嚟。唔單止呢5個字係三寶，亦係三學。三學就係包括釋迦牟尼佛49年所講嘅一切經論。清淨係戒學，就係律藏；平等係定學，就係經藏；覺係智慧，係慧學，就係輪藏。所以呢5個字係三藏，又係三學，又係三寶。呢部經典雖然薄薄一本，但係佢將整個佛法都濃縮在其中。如果我哋工作好忙，冇太多時間嚟研究佛教嘅經典，你就由呢一本經落手就得噶啦。呢一本經果然貫通咗釋迦牟尼佛49年所講嘅嗰一部大藏經，你亦整個貫穿。唔單止係釋迦牟尼佛49年所講嘅，甚至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如來為一切眾生所宣說嘅無量無邊法門，亦不能超過其外，因為皆不出一心故。所以呢一本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，可以話係一切經嘅濃縮，係一切經嘅精華。嗱，我喺度特別介紹俾各位嘅。如果我哋想皈依，三皈依落實嚟講，你依照呢一本經典嘅教訓去修學，你受嘅三皈依呢，就會達到究竟圓滿噶啦。今日我將三皈依嘅大義傳授俾各位，你哋要真誠嘅接受，喺佛菩薩面前恭恭敬敬咁將皈依嘅誓詞讀3次。呢個誓詞係要由內心發出嚟嘅。我真誠心發的誓願，我願意作佛的學生，我願意跟佛學。淨空為你哋作證明，我係你嘅證明老師，係傳授你三皈依嘅老師。本師係釋迦牟尼佛，呢啲呢係一定要謹記清楚嘅。你哋唔可以將我當作係本師，話係皈依淨空法師噃，咁就錯啦，大錯特錯噶啦。我哋係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係三寶弟子。三皈依嘅大義就講到呢度為止啦。嗱，下邊就係三皈依嘅儀式。儀式簡單而隆重。呢度有一個皈依證。皈依證上嘅誓詞係弘一大師依照戒律裏邊摘錄出嚟嘅。大師講我哋聽，佢話呢個儀式呢，就係釋迦牟尼佛當年向啲弟子傳授三皈依嘅時候所用嘅誓詞，所以我哋亦就採取呢一個誓詞，既不忘本，而且佢非常之簡單，容易受持。大家一定要以至誠心、清淨心、慈悲心、
恭敬心喺佛菩薩聖像前，隨我語音，慎重宣誓，誓作三寶弟子，自今之後依佛教誨修行，求生淨土，廣度眾生。阿闍黎全年，我弟子妙音，此從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兩足中尊，皈依達摩離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諸眾中尊，